就近段消息来看，民进党昨是来举行着全国代表大会，重头戏就是改选着党内上悬的权力中心。10席的中常委，亲赖清德的派系是摕着6席过半，其中陈廷辉伫最后抽口的时阵，运气加上实力，抽着3号，嘛顺利来抢下着中常委一个席次。 选调中常委陈廷辉是真欢喜，因为同款得到2票的人，还有林义庆、苏治芬和洪新汉，所以必须搁抽一摆。将规尾林义庆因为签文摆无调，若林义庆现在无调，就是一张选票。 看到投予林义景的中常委选票，当时出现强手印，当伫咧李林小凤迄届，落尾互判定废票。相拄像是李林小凤和前藤市长郑文灿关系真薄。开终止票的时候，本来有一票要投给我，竟然没投。是我进去投票场的时候，我又看到他，我整个怒火又起来了，也完全说忘记说我要投给谁，我就看到我自己的名字，我就投上去了。2年一摆，党工就改选，民进党迎接全新的时代。落尾中常委开票结果出来，青热系统的新潮流持续手机连线。 民主外喙永庆会、建国会提下6席，非热系统用黑素黑，陈廷辉可抗个真在地方实力提下2席，青热势力共款过半。什么赖系不赖系，我觉得这些都是过当的政治联想。我们都只有一派，我们都是台湾派，未来都会在中常会里头强化沟通对话。随结果出来，民进党嘛正式迎接全新的时代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